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4月初6。以弗所书1章7节安尼讲：对基督，通过伊的死，咱得到自由，罪过得到赦免。上帝的恩典实在真丰富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得赦罪、得自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、公义、荣光、尊贵的上帝，伫你圣洁无瑕疵的神性中，有的罪恶、败坏、无清气的阮，决断是爱受审判、受刑罚，甚至是爱灭亡的。总是主啊！你阁是慈悲、怜悯、顾念、救赎卑微的阮的天父。你因为疼的缘故，甘愿将你的独生子来代替阮，承担阮的一切有的甲罪恶，互无罪耶稣替阮承受你的刑罚。主啊！感谢你极大恩典，因为对基督，通过伊的死，阮得到自由，罪过得到赦免。主啊！你的恩典实在真丰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